来看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舞，今年是连续举办3天，除了有体验的活动，也希望会当结合现代元素，和传统的活动会当有更较侪创新。伫一顶人的前庭后退之下，一条67米长、挂满香香的火龙，两月暗时啊，大溪小巷进入7月15日的香港大溪火龙舞，今年2连举行3暗，吸引超过1000名游客来看。我覺得呢啲傳統節日好，即係俾我感覺係好喺香港住咗咁耐都係第一次，等於好似去咗日本啲祭典咁樣都好熱鬧咯，好開心咯，成個氣氛。火龍舞上早會當追溯到19世紀，聽講迄當時大溪居民點着炮仔甲香火趕走瘟疫，後來發展做當年重要的消災祈福活動。因為傳統上認為女性吸着火龍是無吉祥的，過去火龍舞通常是由300多歲男性來人中心，不過隨着參與人數逐年降，今年青年團破例開放女性參與。其實個感覺係有少少失落嘅，因為我哋甚至連掂一掂條龍，其實女仔都唔可以。咁所以而家開始有得我哋可以接觸啦，學到呢門藝術，就算我哋唔可以，都係唔可以掂大龍都好，但係有得玩呢樣嘢，知道係咩嘅一回事，其實已經好開心好。雖然火龍舞喺2017年獲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有緣愈來愈少人關注這項傳統活動。為了傳承當地文化，大溪今年頭一擺加入專登20米的 LED 小火龍，招募100歲的囡仔輪流來人，唔望借着親身參與，和後一代更加認識當地歷史。呢個龍可以讓我更加從中明白，即係團隊啦。其次可以讓我更加了解關於呢個我哋大坑嘅個 history。And actually, I really love the fact that they've introduced a children's dragon. I don't think there's anything wrong with introducing modern elements to something that's so old and traditional. 大溪鄉叫做銅鑼灣的後花園，社區居民攏投入火龍舞的活動，展現強烈的傳統意識，甲當地被當所獲的特殊經歷。廣西新聞紐蘭報道。